有人涉嫌伫网络顶头来发布加密货币的消息，结果煞真正有人是摕850万要去买，了后伊煞发觉讲这原来是一桩诈骗，想要甲理论煞互人家摸，甚至佫甲关起来。警方目前是已经抓到5个嫌犯，另外伫台中也查到诈骗集团，讲会当互人免费食甲大，甲家友拢骗来关，佮用因的口座去洗钱。警方落尾是抓到11个嫌犯。 警员突然走起来，攻击旅馆抓人。几啊名查某人抱着头，拍着涂骹配合，警方清查身份，一个人互通缉。也毋过，即摆互逮捕的是涉及另外一件刑案。接获民众报案，指称其赖姓友人前往钟表行进行新台币850万元的泰达币交易，却遭卖方拘禁，并殴打成伤。来到案发地点。 还未到营业的时间，铁门锁起来。也毋过警方协助，这名被害人10月下昼2点外，早850万，替朋友去中孝东路一间钟表行名高泰达币。嫌犯讲已经转加密货币要求付钱，也毋过被害人坚持讲无收到，双方起冤家，嫌犯就胁迫店员溜落铁门，将被害人拘禁佮解拍，一直到1点外钟了后，警方到场才获救。 警方破门攻坚，陆续几件行动，直接攻击诈骗集团的据点，救出一名家友。台中警方也破获一件私刑拘禁案件，不法集团用免费食宿做诱致，将一名细单的家友带到民家拘禁，以伊的名义开设几个银行口座，当作是人头口座洗钱。我们进一步追查，发现使用这个账户诈骗的。 转账水房首脑是活跃在新竹地区的林姓帮派成员。警方为人头口座追查金流，也发现受到不法集团进行假投资诈骗，初步清查被害人一共6个人，损失超过600万，拢总有17个人落网。专案以诈欺等罪嫌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